人家也开空调吧，还不踏踏地的。那个听都比我深，上趟来我是讲不得听的。你屋里有得40度再还开空调，今朝只有38度，难为人家不破盖。看不看啊？通拿智能上上节用，阿听姐。一般智能才用光不够，你看看还不够。阿爸，还是过来吃电风扇，心定自然凉。难道伊拉吃啥子家？38度不开空调，反特殊噶。阿爸，真的不是少死，你应该带精神病院去过个海。上次我跟2娘才不臭，只有你一个人衣裳塌塌的。哎呀，太阳辣花花，自家屋里来了又不许开空调，甚至屋里新妇肯开空调，那办倒闭吃饭，再打你到斗。小姐姐，欢迎光临。你好，你听别人吃的15米，你也吃龙五。三花面嘛巨大点，豆苗面嘛汤大点，两只价格嘛不大欢喜。来用风水拉面，烧煎饼。再便宜个。阿爸，我是现在来吃不出豆豉的。退休工资3600，没必要当众子面孔充胖子。你都要带下米去搞米干，可不是干。来不？好嘞。阿爸，我是恨不得3个自动走走。这上不吃，冬天生下来还带精神病院去过海嘞。哎呦，你哪还来得吃面家？退休工资1500，竟然吃三花面呀！以前用帮男人，才可能要有本事。